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年这波是咱吉他捧歌声，这么开始带来这首《流浪的前西公园》，来邀请这个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谢谢。
流浪的吉普赛姑娘，义大破歌声。哎。我是江林。哎，大家好哦，我是方玲哦吼。今天的节目是义大破歌声，感谢拄则伫咧唱歌的时阵，哇，侪观众朋友拢总上线了哈。非常欢迎。来，木华大哥，恁的破歌声收到吼，搁有咱这个周太太高阳、周太太、坤星哥哥，咱的博龙大哥，谢谢文龙大哥、金华姐啊。啊，咱荣华大哥、关中大哥、地震大哥，哦，咱的古大景大哥、佳佳，谢谢杨美的蔡大哥、李明哥哥、秀仁大哥、碧桃姐、尤大哥、尤大嫂，咱的蔡文姐啊，谢谢咱的木火大哥、桂清大哥、童东特大哥、芙蓉姐，感谢你默默的捧啊声哈，啊，咱的明火哥哥，哇，伫咧无影当中吼，谢谢你们哦，来感谢。呀，人伫咧讲咧。嘿。像这个柳啊，就是今年这个将近必来。那行过，你会留下这个字啊。哦。也这个福气的心都对得来啊。哦，是。所以讲呢，像这个流年，哦，就是这蛇年，将近就得要到啊。是啊。过了无几工啊。所以讲今日的时阵，咱呢特别想要。甲咱大家先来开讲。哦，是哦。来开讲讲就这个蛇年的这个意义。哦，啊，这个蛇年伫这个民间文化当中的时阵，是代表什么？哦，伊就是代表着这个智慧，也甲财富，有真侪人唔知。哦，哦，所以讲呢，也这12生肖当中的时阵呢，伊拢总以各自这个特色。也咱嘛希望带予咱呢啊，大家呢满满的这个祝福安尼。是啊。所以讲，咱这个蛇年吼，其实咱是象征讲，因为蛇伊就足灵活的。伊无卡。哎呀，对啊，溜溜秋秋安尼吼，所以讲吼，伊讲灵活甲吉祥啦。哦，包括讲吼，无论是讲哦，要守护咱的财产也好，还是讲甲咱开智慧，拢有足侪民间传说。哦，啊，今仔老师要来甲咱观众朋友来做分享哦。是啊，这个蛇也甲财富吼，这个叫做象征啦。伊伫出处伫像这个吼，这个民俗学，这个蛇年的时阵呢，时常认为就是讲像这个吼财运亨通的这个年份啦。对。也像这个蛇伫这个民间文化当中，这个守护财富吼，这个形象有关的对。伊讲传说讲吼，像这个财神爷，也像这个咧，经常派着像这个蛇来作为这个信使，吼，后人讲有做使者。来帮助守护像这个财库。哦。也有一个，伫像这个民间吼，伫咧流传的故事啊，提起讲起来，有一户像这个人家，也是来讲散甲无饭通食。是。吼，无衣无碗。也就向像这财神爷祈求了后啊，伊第二天的时候发现讲起来，我这厝内面米甕内面的是那会甜到一尾这个蛇。是哦。哦，啊，这个蛇的时阵，一甜，佫甜成都袂输咱元宝的像这个形象。以前古早的钱啦，就元宝嘛，吼。是，也只好这个人家的时吼，伊并无打草惊蛇，哦，反而咧真虔诚来甲伊拜谢。伊讲灵感来啊，财神爷派落来，哦，从此咧，也这一年的当中的时阵咧，这个产呢大丰收啦，哦，啊，厝内面呢。嘛，逐渐拄啊富裕起来安尼。哦。啊，这个传面的时阵呢，伫咧传说，伊讲切蛇的时阵，一定是财神爷派来。是。哦，啊，来送钱财安尼。所以讲，这个新年的祝福的时，要来祝福咱这个蛇年一到呢，祝大家这个财源滚滚。是啦。哦，也这个福气的心满满，来摄着咱这个全家啦。哦，真正赞的哦。也亲像这财神爷派来这个灵蛇共款，哦，守护着咱的像这个财富，也甲这个平安啦。是。也佫有伫咧讲像这个蛇，吼，甲灵活，也甲智慧。是。哦，伊这个代志，啊，这出现伫倒位咧？伫咱这个《山海经》。古代伫咧传说的时讲，因为像这个吼，咱的鸟的小龙蛇，伊无骹。哦，对啊。啊，但是伊咧行时就比野更较紧啊。哦，速度嘛足紧的吼。速度伊伫咧移动啊。吼，所以讲。咧扫的时阵啊。
伊就是用来呢，伫咧象征，就这个灵活也甲这个智慧啦。对啦，这个《山海经》内面的是佫有记载呢。是。伊讲呢，就这个一条，有一尾，迄个名是叫做乌蛇。啊，这个乌蛇，这大蛇，伊住咧倒位咧？伊住咧东方的这个大山。啊，会当安怎呢？伊会当做这个预测这个天气的变化，是帮助咱做这百姓是会当避灾啦。安尼啊，所以讲这个传媒的时阵呢，将就这尾乌蛇，也伊本身的身家当作是这个守护神。凡是看到伊的人，就是这尾蛇的人，伊拢总会烧香啦，啊供奉一寡这祭品，来感谢伊这个指引就对啦。也伫蛇年的时阵呢，因此也就加出这个智慧，也甲就这应变的一个象征。是。提醒咱人的时阵呢，伫这个新的一年当中的时阵呢，无论你面对什么挑战，拢总会亲像这尾小龙共款，灵活的这个应对。咱新年的勉励呢，像这个蛇年的先是灵活这个象征，叫咱大家拄着困难的时阵，会当亲像这尾牛共款，弯一个挖一个，弯一个挖一个，转一个转一个，安尼就对啦。就会当找到你的这个心，会做这出路。是。来做这个拍开着咱新的一个希望。是啦。谢谢，感谢。来，我来讲，真正是搁几工啊，咱就过年啊，希望像咱刚林老师讲的，新的希望哦，新的一年呢，当然，咱这个想法啦、做法就搁较积极一点嘛，对，变巧者啊。你使所脱掉。像牛安尼好，来，感谢阮的感谢咱的德旺大哥、王爸爸搁咱的沈丁彩大哥磨刀徐大姐好咯，上山咯咱那个来蔡秋瑾大姐，谢谢哈。来，今晚要来进行着咱这个点歌的时间。安排6首歌曲，跟咱观众做互动。头一首，再回来心爱无缘的人。再回来心爱无缘的人，六月梦你遐尼啊香，祝福你亲像春天的花蕊，遐尼啊红。好，来，谢谢。第2首歌曲。要来安排是咱这个山顶的乌狗兄。山顶一个乌狗兄，伊是无助的小羊。来第3首，小小羊儿要回家。红红的太阳下山了，咿呀嘿。第4首，飞在风中的小雨。飞在风中的小雨，夜夜伫我的头前，愿这条爱情路。来，今仔上尾的这首，搁第5首哦南方的爱人。这首歌曲是咱观众朋友所点的《南方的爱情》。爱人啊，我在叫你，你不知有听见无？来哦，上尾这首《爱情酿的酒》。告诉我，是被特制的酒。来，以上有6首歌曲，咱即马准备甲咱济观众朋友来做互动哦，介意倒一首歌曲，来一人2首歌，电话再甲卡开8326317317。8326317317。来卡电话。
喂，你好。欢迎头前的观众。哦，来，我下开哈，来，盛聪大哥了哈，谢谢你哦，谢谢。喂，你好，坤星哥哥。来，什么歌？哈？什么？3跟2。3跟5哦。哦，好，好，我下开哦，嘿，好，谢谢。哎，你好，蔡文姐。哎，婉云小姐。哎。我给你点第1首甲第5首。难忘的爱情。好，谢谢蔡文姐啦哈。这首歌就是伊点的啦。哦，蔡文姐也点的啦哈。来，摸到许大姐。哎，我是小姐你好，嘉英老师你好。好。我要点1号甲5号。1号甲5号。好，没问题。好，谢谢哦。好，拜拜。哎，你好，陈大哥。李小姐啊。哎。5跟6。5跟6。安尼哦，我下开哈，陈大哥。好，谢谢。哦，谢谢你哦，平安。哎，你好，关公。哎，关公姐你好。你好。我点过第5甲第6。好，我下开哈。好，谢谢。5甲6。好，啊，我下好啊，嘿。好，谢谢。喂，你好。喂，2位好。哎，美小姐。哎，我要点1跟5。1跟5。好，是咱的美霞姐哈，好，谢谢哈，好，谢谢美霞姐。哎，你好。喂。哎，尤大嫂。今天要老师好。阿嫂你好。我要来点5甲6。安尼哦。甲6。好，无问题。好，谢谢哈，谢谢啊，平安喽。来，叶大姐。喂。嗨，阿姐你好。你好。要听倒一首？第5首。哦好，我写开哦吼。谢谢。平安哦嘿，好。好，你好。来，三重埔的李大哥你好。我要3跟4。3跟4。好，没问题。好，谢谢哈。来，好，谢谢。来，宜明哥哥。叫棉花莲您好。我要点第1首的，甲第5首的。哎呀，第1首甲第5首，谢谢，祝你多事长虹。好，收到，谢谢。来，老师准备难忘的爱人哦，哈，先哈。难忘爱情啊，第2首咧。第2首啊，袂呢，我先甲你讲第1首就好哈。来，观众朋友啊，这段时间咱就是点歌，你要唱啊，我唱。来，拢可以，可以哦，哈。你准备，你甲我讲，什么人要唱就好哈。来，电话呢，即马卡咱头前的专线电话哈，83263117，这段时间就是点歌的时间哈，点歌的时间啊，感谢。来，即摆来准备咱难忘的爱人，这首歌太侪人点吼，今天就是这一首哈。来，搁选的就是迄个再回来无缘心爱人哦嘿，谢谢。来，难忘的爱人有咱的盛忠大哥、坤清哥哥、蔡文姐啊，搁咱宜明哥哥、许大姐、陈大哥、王公阿姨啊，搁有咱美霞姐、尤大哥、尤大嫂、叶大姐所点芳龄献唱，谢谢。
谢谢。难忘的爱人。来，咱即马呢，头一阶段先甲安排唱一首歌，了后呢，咱过来进行第二阶段，咱即个听歌要歌名。咱小等下吼，即个阶段来刷了后，咱再过来安怎？再过来进行着咱即个第一阶段第二首歌曲。对。再过来甲唱。好来，今仔日吼，互咱观众朋友要来听歌要歌名，要互咱送观众朋友当然要送一个较好、较赞的，对无？来啦，顶座吼，差不多咱半当前有进一批，或者咱的筋膜枪。这筋膜枪。按摩枪。嘿啊，有够赞。这甲你掠零的吼。系高级的哦。高级当然咯，这高级这内底佫吼，这拢总6个探头，就是讲吼，伊有6粒探头会当互咱观众朋友所换。互你替换。你讲针对着讲吼，迄个每个部位，你的探头是无共款的哦。你阿妈滚筋的时阵，还是讲手骨头，还是骹大腿，你拢会当换上较适当的，换上适合你家己的，安尼好无？来，这一支的时阵足侪钱的，我曾经摕一支足大支，佮足重的4斤重的迄吼。迄呢是咱一个观众朋友，伊讲吼，放你这个你摕去摕转去。迄吼，重到我都无法度用，一支19800块。即马呢已经设计甲讲吼，这已经差不多第6代了吼，最新型的、上轻的，而且探头最多的哈。好嘞，送互你。来，观众朋友，即马呢，你只要摇歌摇得的时阵哦，咱摇开，等下摸彩一位观众朋友来筋膜枪要送你哦，嘿，谢谢。在时，我可在倒一他乡的港头，大行着迄当时，咱离开的海边。虽然不是来等伊，会空虚心情，为着伊心甜蜜。伊日的船只已经死，彼暝来放杀阮。痴情一路离，想当时汤味一甜，咱双人的情谊，虽然无法再团圆，你的美丽美梦，闻着伊来拍醒。小姐叶俊麟老师这个曲5字啦，5字。今仔观众朋友厉害呢，无较少人卡，但是卡开拢摇着。是。靠有把握。志玲哥哥，你今仔就无卡开啊？志玲哥哥这首无把握的款。我就有讲过，好听拢伫遮。对啊。来，老师第2首歌曲啦吼，第2首歌曲到尾恁就较会知影哦。嘿，来，我再来接者。同款是5字啊。这首歌曲嘛是真值得传唱的，来，要来唱予咱伫外口伫拍拼一寡遮的好朋友。
男儿流浪天涯，心事有啥人知？世间会记你人情，有假无存在。月娘若知阮心内，替阮来安排。当情阮流浪的人，心情会感慨。虽然是人人希望，想讲长休你，为怎样阮到现在月底都转去？有时阵受风受雨，飘飘日连绵，半暝的夜莺声音，让人心惊去。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来，咱观众朋友迄阵节你什么成功登乡里差真远啦，啊嘛毋是迄落做什么流浪里，毋对。天涯流浪记，那三个人去讲天涯流浪里，又着三字，就三字尔咧。头前两字即个月娘下骹在流浪咧，嘛是咧流浪里啦吼。嘿啊，来，我搁接两个，老师准备哦吼。来，喂，请问一下姐姐，什么歌？对，伊咧摇成是自己的歌名。来，这首哥哥。来公布答案，先来公布答案，等下再过来摇奖。我来头一首歌曲的姓氏。伊日的船只现在时，我可在倒只为他乡的港边，船去前夜长。对啦，第二首呢？做男儿流浪天涯，心事有啥人知？啊，这首的歌名？月下流浪儿。对啦。日本名叫做明月赤城山。来，拄则有一个小姐讲的吼，伊是叫你的吼。好来，恭喜哦！我来，安尼感谢咱观众朋友哈。稍等下，咱节目伫要结束进前吼，会邀出一位观众朋友，咱即届就是要送咱一支咱的筋膜枪，多功能的筋膜枪哦吼。啊，真的是非常好用。咱进前嘛，互咱观众朋友，你若有摕到的人，你就知影讲哇，安尼即马这筋膜枪用甲遮好势着。吼，啊嘛滚紧酸啦，倒位伫咧抽伫咧酸，你都安尼甲推咧安尼，啊家己伊种上重要讲，你家己有法度处理，吼。
咱若遮伫咧艰苦的时阵，家己拢法度去啊，因为非常的架手，伊就架手袂伤重。吼，伤重咱我知影讲咱遮时代，啊，都无手买来来要搁摕较重互我。重量非常的适当。对，拢家己有法度吼。好来，即马呢，老师来安排下一首歌曲，就是迄个再回来，心爱无缘的人。阿芳玲呢，来进一段广告时间，谢谢。今仔吼特别咧，甲咱观众朋友介绍咱这个鸵鸟精龟鹿鸵鸟精。观众朋友，为什么芳玲介绍这个龟鹿鸵鸟精？自我做节目开始的时阵，就已经介绍这组啊，而且呢，信用上介好的吼啊。你免问我讲，我已经卖几十万盒啊吼，我已经无法度算啊哦。但是真侪时段真正是要起落落，要去落，要爬开，内这有当时啊内咧5、6个啊，搁内袂开。食咱这组，咱的龟鹿鸵鸟精，我咧讲吼，即马咧起落落。包括讲哦，做要出门的时阵，游览车，即摆算开放啊，对无？之前疫情拢无出门哦，即摆一个出门的讲，哎呦，芳玲啊，我即摆游览车迄楼梯敢嘛，遐大敢哦，吼，我咧讲哦，我即摆嘛咧一开就爬起哩安尼，无障碍，无障碍，如履平地啦。是啊，哪会遮厉害？观众朋友，我这内底吼，唔是讲啊有龟板、有鹿角、有鸵鸟精尔哈，我内底佫有鲨鱼软骨。这鲨鱼软骨吼，我咧讲吼，会当互你软 Q， 毋是干那定的要互你会用尔，包括讲咱即个骨溜的时阵吼，互你安尼会轻松，会甲你点油啦。吼，软质的即个中央啊，是啊，即个软的所在是一样共款的，有真好效果。是啊，所以讲吼，观众朋友内底佫加一种做 MSM， 吼 MSM 观众朋友人迄有单味哦。这项物件就是讲吼，会当哈，互咱观众朋友另外单一味尔，都有人咧卖啊。咱这内底，伫早前咱开始推出的时阵，内底 MSM 都有啊，哈，包括讲鲨鱼软骨，迄即马若鲨鱼软骨嘛，有人讲单就卖鲨鱼软骨尔咧，芳玲，这内底都拢总有。所以讲，我若无安尼甲恁讲，手的拢总甲你保证。是啊，所以讲有真侪时段讲，哎哟，啊芳玲啊，迄人。我有去买呢，甚至有买一大吨转来呢，无共款吼，食看卖你就知吼。啊，今仔日观众朋友，你若真正有买过，你就知。啊，若毋捌买过来，我即马今仔共款要互咱观众朋友一个上介优惠的介绍哦吼，特别清楚的哈。咱之前3盒2980块，3盒3个月，因为我这甲恁讲过啊吼，我这叫做60粒装的，而且我这拢总有专利证照的。专利萃取的过程，拢总是无共款。人讲的吼，浓缩再浓缩，所以讲吼，你边边咧食芳玲的一粒，等于别人爱食8粒。这会使讲是100倍浓缩的啦。8粒哦，吼。所以讲，观众朋友啊，你今仔甲咱主文交代，我一概拢总每一盒拢总是60粒装的，请你认明60粒装的哦，吼。芳玲甲江林老师咧介绍哈，3盒2980块，今仔加码哦，提起4盒4盒，甲你收3000块。4盒收3000块，哇！一盒的时阵1个月份呢，我免1000块呢。我等于我咧讲吼，今仔日这档期是买2盒，800几块，搁送2盒，买2盒搁送2盒无吼，4盒我咧讲啊，一盒剩750块啦。750块，算数较好咧哈。来，观众朋友，安尼恁就好算的嘛吼。如果你今仔甲我买大组，因为足侪时段讲说啊，我着2个翁某同时要做照顾，一届我就是半年份甲买倒转去。恁今仔甲我买大组的，2组细组的，2组细组就是安怎8盒对无？8盒着偌济啊？6000块。今仔我加码哦，今仔我甲你斗好变10盒，8盒6000块啊吼，甲你斗搁加2盒互你，所以讲你即摆摕到的时阵吼，10盒。甲你收6000块，一个月份哦，长老老30天哈，一个月剩600块。我今仔绝对要互咱观众朋友食到全世界上介好的龟鹿鸵鸟精，吼，品质上介好。8倍浓缩的后精，对无？咱就即个咧，咱这咧后往水的对无？吼，是啊。咱这是水的时阵吼，佮浓缩开，浓缩100倍，再浓缩变精就对。龟鹿鸵鸟精，吼。那就是这个3宝胶囊先，对，你甲地当食，互你行路，互你行路有风啦，对，互你坐时阵就安尼真挺啦，安尼啊，无查甫人
有咱还去咧较稀的，即种拢挺好食。我吼真济咱时代甲咱食好，甲咱做见证啦吼。啊，我这毋免阁讲啊吼，我即摆锁在线卡，甲恁斗接电话，因拢总满线。我来用这个遮优惠的介绍，互咱观众朋友吼，恁电话要赶紧卡哈。我们今天大组的10盒，我咧讲哦，我咧讲哦吼，阮吼50组就好啊，50组就好啊哈。来电话即摆开始，互恁卡吼。恁来听吼，看人客食的时阵，安怎甲咱做见证啊？我来线卡接电话。甲订买迄个鸵鸟精，我著麻甲骂，我会骂甲拢揪甲足疼的无。啊，我毋著早暗拢2粒，控制半晡我就食好。我第一摆我暗棍甲2斤的瓜芒拢好。遐都两支骹拢开都开了啊啦。嘿是。以前拢真酸软的，行路拢行甲真艰苦，行都对啦。啊，即摆食溜较会行咧。我阵仔脚骨安尼医生特务医生，我无效，落要食恁的鸵鸟精都全好去啊。你看卖啊咧，咱的龟鹿鸵鸟精，偌济人甲咱做见证，吼，啊，这拢事实上吼，食好甲咱斗相报的哈。来，今仔日老师你的声音，莫甲我收互我吼。来，电话互咱观众朋友来卡，08008151810800815181哦吼，电话甲卡通。今天我们来加码。因为哈，今天就是过年后的最后一档，过年前的最后一档了哈。恁今仔日相信芳邻，这过年我来讲尽量较紧甲恁寄的时阵，互恁收会到。今仔日你甲咱注文交代的时阵，来，我这组筋膜枪大组的哦，大组我搁加送一支筋膜枪，互咱观众朋友来0800815181，你都年纪较大，这2支都较袂杀力咧，要拔要枯，哇，啊都袂溜咧。我这龟鹿鸵鸟精芳邻算袂上久啊啦吼，啊我内底拢总是60粒装的。今仔日你甲咱注文交代，我本底是3盒，就爱2980块。今天小组的是4盒，3000块。大组呢8盒8盒就要多少？8盒就爱6000块啊。观众朋友，恁今仔6000块，我搁加码2盒，搁加一支筋膜枪，安尼，恁是不爱赶紧打电话啊？吼，好来，来感谢咱丽林的迄个陈大哥啦吼，谢谢你哈，来。电话即摆拢总豆上线开哈，观众朋友你豆啊卡，08008151810800815181。需要咱这龟鹿鸵鸟精有遮济咱观众朋友长期伫咧食，因为吼这鸵鸟啊，全世界吼，迄2支骹尔长拢上哦，走着上紧的。伊这个吼，伊这个价值上悬的，伊骹条少力，所以讲咱用这龟鹿加上这鸵鸟精吼，都甲萃取了。内底搁加一种即马上世界上公认讲，哇，即个物件会当互咱哦，会当修补咱一寡退化去无法度搁产生的，就是 MSM， 吼 MSM 内底有无大筋，咱搁有鲨鱼软骨，所以讲你咧修补你即个吼麻扎即个关节卡的地方咧，足紧的。吼，足紧的，有真侪咱阿姐讲说，哎，芳邻啊，我食你的龟鹿鸵鸟精有影呢，啊，即摆咧蛄吼，啊，拔开的时阵加足骨溜的，包括讲伊内底，咱的鸵鸟精吼，伊的锌的含量吼，是我讲哦，伊若边啊咧迄个程度，哇，来，我先来倒接电话啦，喂，你好，喂，珍珠大哥，喂，要一组哦。有听有？有老听啊！我大组的。要大组的吼，哦，我大组6000哦。6000块哦嘿。啊，送一支原料的哦。嘿，筋膜枪哦嘿。哦，啊你，我甲你讲哦，你要来就下晡1点哦。我你讲吼，我。今日要上来。我你讲，今仔就拢总甲恁寄出去啊，今仔就拢总甲恁寄出去啊啦。你话无听啊？你较大声。来哦。来，我线卡甲你接落去吼，你等我者哈。珍珠大哥先甲接开咧吼，甲讲者哈。来0800815181，我咧讲吼，要甲你做修补，咱的龟鹿鸵鸟精实在效果真紧啦。包括讲吼，咱有真侪时代讲说，伊干那咧爬迄楼梯杆嘛就好啊。迄个爬安尼一竿一竿爬，即马毋是啊。本底是一竿按双骹安尼搭咧，啊，再个我都安尼爬对无？即马已经法度安尼换骹。
无共款哈。啊，你若看过咱邦林咧介绍即组龟鹿鸵鸟精，你就知影讲，这阿捌挂甲开的时阵，阮的专利是写伫遮呢，阮的专利是直接互咱观众朋友看得到的呢。来陈太太你好，陈太太要一组吼。好，大组的啦吼。送一支迄哦。对，金毛枪送一支哦，当时到。来，我你讲哦，今仔就甲你行错，明仔若无到，后礼拜一到哦，好，谢谢，来，0800因为08000810815181，观众朋友啊，恁就甲食看卖啊咧，这真正你只要平常的保养，一天2粒就有够啊，这一盒听好食咧偌济，食1个月份。拢总是1个月份哦，来080008因为080008105181刷卡电话继续卡，谢谢老师。好，感谢我在那里，我也在卡开哈，我也在看到讲芳龄今仔有送加码我们有加码老师来你准备你拄这首歌曲来哦，丽华姐。好，这你也把握机会啊！这种特别甲咱观众朋友情绪，咱明知因为收看咱这节目的时阵，年纪拢超过70岁以上较济。来，即摆这个时间，互芳龄刷卡甲恁做服务哦老师，你要准备你的歌来，电话继续卡刷卡服务，因为时间的关系，来，谢谢。喂，出过去的梦，有心人可以予咱，已经愿搁再期待，伤心人无目屎，总是阮多情人，遐尼软心肝，这无奈的感情才无奈流沙，甲他算来十外冬。等待花蕊也袂红，原谅多情的我，愈想愈怨。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若无爱石头嘛无彩工。过去像一出憨人的故事，无了的梦。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六月的梦里遐尼啊香，情风里亲像春天的花蕊，遐尼啊红。人紧紧甲看，若是伊对阮拢无爱，伤心人无目屎，总是阮多情人，遐尼软心肝，这无奈的感情才会无来无散，甲他算来十外冬，等待花蕊也袂红。用多情的我，愈想愈怨。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若无爱石头嘛无彩工。过去像一出憨人的故事，无了的梦。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六月的梦里遐尼啊香，情风里亲像春天的花蕊，遐尼啊红。甲他算来十外冬，等待花蕊也袂红。用多情的我，愈想愈怨。再
再会啦，心爱的问的人，嘛无爱石头，嘛无彩工，过去像一出讲人的故事，无聊的梦。再会啦，心爱的问的人，六月的梦伊遐尼啊香，祝福你亲像春天的花儿，遐尼啊红。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哦，这首歌曲是咱的蔡文杰、许大姐、美霞姐、移民哥哥所点的吼。来，感谢线顶许大姐、调音哥哥、水章哥、咱素英姐、剑山哥哥、佳佳，还有咱这个观众大哥吼。来，恁的捧我声吼，恁的捧我声吼。来，古大锦大哥，谢谢哦，感谢。哇，来，真济咱观众朋友哦，美华姐姐哦，今仔上线剑山大哥、王大姐哈、神叔哥哥都拢有上线了啦哈，谢谢侯满大姐哦，感谢你哦哈。来，伫遮吼，观众朋友，恁这一档期这个是咱今年哈，今年过年农历过年前上最后一档，嘛是特别甲恁争取的，所以讲观众朋友你都是密扎扎、卡卡的。你甚至捌受过伤，你捌开过刀，你要做修补的，会当一礼拜哦，我讲真正速度足紧的哈，一礼拜会当互你另外。所以讲呢，伊讲要互你一礼拜时间，你会感觉讲，哎哟，我咧哭，我伫咧行，吼，这加足流力。是。迄有真济时段，平常时啊讲，哦伊拢有伫咧保养。今年过年伫咧摒厝内的时阵讲，哎哟，我这骹本底若讲要安尼。贴一个衣骨头啊吼，去遐呢，清理个烫树顶头家，家己惊到毋敢爬起哩呢。今年讲，哎哟，衣骨头摕来时阵，我家己搭起来时阵，才知影讲，我来打开，才好势着吼。这就是逐工你拢有咧家己顾，豆好，会当互你真正会当加足灵活吼。因为吼，迄只鸟啊，我讲是人的成长的25倍啦。迄个一只100只鸡的重量，咧走的速度吼，迄只鸟咧走的速度是安那？等于一台车会当90公里，90公里哈。所以讲无简单，会当甲咱观众朋友争取甲已经是上届优惠啊啦吼。今天又有加码。过刀哦，系啊，也是讲像咱的年纪已经到60以上啊。你绝对一定要修补。对啦。物件甲人共款，咱的车嘛要靠保养，咱人咧，除像即个咧，咱的新年头旧年尾，咱来本身除了摒扫咱厝内面家庭以外，咱的做即个咧，是毋是咱的身躯，咱的四肢，对无？来甲整理一下，对，互咱明年会当搁较顺。也当更加灵活。来哦，来这个东西哈，观众朋友，我们里面哈，筋膜枪内底哈，好像只有35组而已。35组，这是到尾啊，有过去特别给恁清楚等来哈，35组。所以讲，我们这个送完就截止了，上完的无啊哈。来，谢谢，我今麦要来邀出着今仔的中人客哦。来，杨美英姐姐，恭喜你！美英小姐，来，杨美英姐姐哦哈，筋膜枪哦哈，谢谢，恭喜你！这个金把它走落去。哎，杨美英姐姐，恭喜！来，可以了，谢谢。来，伫遮呢，方婷今麦过来安排一首歌曲，咱观众朋友你要加油的，要家己点一下油者，哇，今年真正若讲来过年，你若吼。那你家食看卖，头一礼拜的时间，你会感觉讲加足灵活，加足轻松的，加较袂遐红，加较袂遐疼啦，好不好？来，继续安排这首或者山顶的乌狗兄，共同欣赏。
是无样的少爷，透早甲暗真打拼，无着开花为山坪，水念冰冻的歌声，斗里歌声念袂定，伊的歌文真好听，好听会了解出名。有听写无歌也又来滴，歌声像山岭又来滴，歌声又两缘到底，人听又来滴，又来又来滴，阮的担心无高兴，逍遥自在真好命。姑娘听着心肝四散身份第一行，夜餐都是家己求亲情。又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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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山顶一个乌狗兄，伊是无样的少爷，透早甲暗时打拼，无着开花规山坪，水念明朗的歌声，斗里歌声念袂定，伊的歌文真好听，好听会念解出名。有听声无看也又来滴，歌声像山岭又来滴，歌声又缘到底，人听又来滴，又来又来滴。阮的担心无高兴，逍遥自在真好命。姑娘听着心肝四散身份第一行，扬沙土是家己求亲情。又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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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有听声无看也又来滴，歌声像山岭又来滴，歌声又两缘到底，人听又来滴，又来又来滴。阮的担心无高兴，逍遥自在真好命。姑娘听着心肝四散身份第一行，扬沙土是家己求亲情。又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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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谢谢大家。山顶的乌狗哎呦，兄山顶啊，佮拢总满山，我来斗接一来。茂义大哥，喂，大哥你好。把握这个机会，好，来这真正是用真心甲用真情，也毋是讲今日用嘴讲的，吼。啊，新的一年的时阵，当然厝内面拼拼咧，吼，心情轻松，身体甲照顾好，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不但物件好，佮而且价钱公道，让咱观众朋友今仔个加毛，吼，所以咱袂歹先甲阮斗相报。谢谢，谢谢感谢。来啦，今仔上重要，今仔有特别甲恁吹落，甲恁正麻落去啊吼！啊，咱这其实介绍是足公道的啦，吼，而且产品是上介好。你看啊，证书才坐着，啊，拢总伫阿爸挂顶头，啊，而且放哩嘛已经，哎呦，
从我们开播就有了啦，吼，从开播到现在了，吼，啊，所以讲好招牌对，啊，真侪时段吼，长辈食了拢甲咱斗学乐的呢，斗介绍的吼，啊，所以讲咱观众朋友，你想要互你会敢若新的一年会加足流利啊，会加足轻松的，人讲的吼啊，人年纪愈来愈侪，会安怎会走下坡对无？伊就是会当敢若袂输挂档啊共款，莫互你搁较歹。斗，搁甲你修补开，安尼你知无？你会感觉今年甲旧年无差呢，搁电倒搁较好，安尼好无？来线卡，如果有需要帮你做服务的，我即马要来线卡倒接电话啊，恁电话继续卡哈，谢谢。告诉我，爱情像杯酒，他还告诉我，